桃园机场伫6月查到对这泰国进口的树莲加枕头内面有藏毒品的案件，航警联合调查局长期以来伫咧监控收集证据，伫桃园中华抓到室内的白镜顶3个嫌犯，因是违反着毒品防治条例，检方也望即个嫌犯就要判刑11年。开箱验会，航空警察局加调查局桃园市调处关务署台北关。伫今年6月查到一批自泰国以尼达枕头名义申报进口的货物，内面有藏30公斤的第三级毒品K他命，市面的计价是到新台币3000万。这个有。调查发现，市内主嫌犯家己伫咧开物流公司，对国际货物包裹运输的流程正了解，叫2个后生分别去泰国甲贩毒集团接头。以进口泰国尼加枕头作案后，走私毒品转来台湾，做老爸使大货车机领货，结果交互后生去卖。由于涉案副支长足迹行骗全台，在检警调同心协力下，经过长期的跟监搜证，掌握犯罪事证，一举瓦解这父子兄弟党的贩毒集团。航警局表示，分别伫咧桃园、彰化抓到市内白仔囝3个人，伫告完了，因全部拢放任缓刑，犯后的态度正恶劣。专案经过检察官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公诉，分别具体求处1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